至少有半套。加班，再姐。啊！有关本分局大峡派出所巡佐刘姓巡佐，他因为疑似投资特定行业，遭检调搜索，涉嫌触犯贪污治罪条例。本局目前全力配合检调来侦办，同时我们办理内部的清查，务必要铲除警戒的祸害。那因为刘源遭地检这个搜索拘提，涉案情节严重，那警察局立即将考究这个考核监督不周责任的人员的责任，将本分局一组组长以及大辖所所长改调非主管职务。那至于涉案的刘源行政责任部分，将视检察官侦结或法院裁定的结果，从重查究。如违法情节明确，不排除予以一次记2大锅之最严厉的处分。那目前了解，除了刘姓员警之后，还没有其他的员警也涉案。目前初步了解没有其他员警涉案啊，但是我们勿往勿重，目前内部全面来做清查。刘姓巡佐他从警资历大约25年，那是在103年调任本分局服务。那在服务期间的勤务都算正常。那个人私人的部分来讲目前我们来配合检调，来积极来做清查了解。那根据了解说，好像他们有好几个在刘姓员警是在外面跟很多友人投资这一间理容院那是不是他在外面的交往复杂？目前初步了解是他下班之后，所内同仁与他的互动较少，所以他的交往对象部分，我们目前也在清查当中。伊是拢做啥？唔知咧，孙俩人来做乌的。我唔知啊，诚实我唔知。咱生意敢好？生意无好啦。生意无好。出去敢会介复杂？应该是袂咧。袂啊。哇。我感觉单纯无啥生意就样。无啥生意无啥生意也咧投资。咱就知。警察安尼就犯法就错赛啊。唔知咧，咱就唔知。这我唔知。敢有听讲，迄种有警察投资？警察投资，咱是唔捌，我是唔捌，这种物件哪有可能互咱使用人知？是内底小姐。这定有警察来咧临检就有影。无吧？哎呀，警察定来，一抓足侪间的啦，这么有些改变按摩嘛，帮人家按摩的都是外劳。有啦，唔是敢大部分拢外籍。外人嘛，是做虽然做乌的。政府也无摕钱，讲摕2000块，我来消费看卖。讲我嘛是无可能讲阮去。即摆有传出讲是有警察投资的，迄种厉害若警察做这种代志，错赛。因为放大厦的，无应该无啥敢。因为大厦派出所是你敢毋要换警官大厦派出所警官流动率足高呢。